美国人没有去帮乌克兰打仗，北约也没有帮乌克兰打仗，他们只是不断的给乌克兰武器，让你打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，死的人是乌克兰，毁掉的是乌克兰。你看看整个乌克兰满面疮痍，几乎夷为平地，一整代的年轻人已经在战场上面消失了，还在打，打了以后有打赢俄罗斯吗？普丁有下台吗？俄罗斯有垮台吗？美国带着全世界向俄罗斯祭出最严厉、史上最恐怖的制裁，经济制裁。俄罗斯经济有垮吗？快4年了。那难道台湾要变成第2个乌克兰？台湾有比乌克兰土地更广大、人口更众多吗？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比俄罗斯小吗？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比俄罗斯弱吗？中国大陆的统治政权比普丁更加脆弱动摇吗？我问完这些问题你就知道了，台湾要成为乌克兰吗？抖音